裝修完，你第一時間會做咩？開窗、擺植物，定係已經急住入住？隱形嘅甲醛威脅唔係聞唔到就等於冇，佢可能正正咁影響緊你同家人嘅健康。真正嘅解決方法係從根源建立長效防護。我哋採用日本 AT254 空氣觸媒，同其他除甲醛產品完全不同。24小時不間斷分解甲醛，唔需要光照，一次施工，長效3年以上。實驗證明內摩擦過萬次，獲 SGS 安全認證，無色無味，唔損害貴重裝修同家私，更可抑制254種細菌霉菌，全方位守護呼吸健康。更有甲醛檢測報告提供，數據可視化，更直觀。裝修完成最後一步，亦係健康第一步。日本 AT254 除甲醛服務，讓你嘅安樂窩真正可以安心住。阿比迪室內舒適環境營造方案專家。